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顺城的正女子，主的正囝儿，天顶至大，人君和平我的主。这时坐伫座位，降临极威严。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顺城的正女子，主的正囝儿，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第33篇。
伫1057页，我来刻，恁来印。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真远，你嘛看画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犹未开嘴。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裁判遐尼奇妙，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行伫倒位，我才会当躲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爬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压早。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秘。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活的道路。咱三个来祈祷。慈悲怜悯的上帝，你伫倒位？阮拄着困难的时，你伫倒位？阮拄着麻烦的时，你伫倒位？人生的拄着失望的时，你伫倒位？阮性命拄着哪吒的时，你伫倒位？伫你的圣殿内底，当阮伫你的面前认错悔改。阮知你完全甲阮伫地，你日时到暗时，到过工，到明日，到明年，到3冬5冬以后，到永远，你拢甲阮伫地。主，阮伫你面头前。袂记你向你祈祷，向你求讨，向你呼叫。主，阮伫你的圣殿内底，搁一摆重新来认做悔改，搁一摆向你求讨，求讨你的恩典甲祝福。你是阮愿望的源头，只有你会保守阮，看顾阮的性命，只有你会互阮智慧，解决性命中的问题。嘛，敢若有你会带阮出黑暗，入光明，也敢若你会当带阮得胜甲得胜。阮来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中会所定的教育主日，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下周主日是10月25甲10月26，举行2025年的第五摆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备办心来共修圣餐。第三点，小会公告。第一小点，定伫下主日10月26下晡3点，伫本会主堂举行田少瑜传道师、洪立牧师甲就任清风教会开拓牧师感恩礼拜，敬请兄弟来观礼。为了统计人数参加，请伫本主日进前，伫柜台遐登记，也是请咱的小组长来协助咱小组员来报名。第二小点，
定伫11月16號下晡3點到6點舉行中職訓練會，敬請新上任的中職來參加。第3點，定伫12月7號要舉行第23屆中職就任禮拜，當日第2場、第3場、第4場禮拜聯合聚會。新就任的中職一定要穿正裝出席參加。第4點，歡迎來接納田少宇傳道的聖靈會籍，對家己中會新營教會轉來本會願主賜福。第5小點，同意本會信徒張維珍姐妹以聖靈會籍轉出到高雄中會家庭教會。第4點，本會定伫11月23號，就是2025年的感恩節主日，要舉辦第1點，就是感恩見證禮拜，歡迎兄姐來見證分享。請佇11月9號主日進前來往辦公室報名，順續愛交見證的分享。第2小點，為了救恩感恩，為了救人關懷活動，時間是11月30號，主日9點到下晡5點。地點是教會副堂頭前，請要關會早先前前來排隊關會。關會的人會當得到一份禮物。關會時陣愛應徵志工，請往小組長也是辦公室來報名。第2大點，具體消息，相助會定伫11月22號拜六舉行一天的旅遊，地點是萬景醫院庭園、貝林古堡、菲尼斯教堂旅遊，費用是相助會會員一個人500塊，毋是會員的1650塊。請佇下主日10月26號進前來報名，來查址敬請各組的迄個委員報名參加。第2點，學青牧區佇11月1號拜六青崇禮拜，要邀請小金牧師甲小金師母前來帶領青年禱告特會。這毋是一場為着少年人開設的迄個基督會，是一場愛奪回這個世代青少年的基督會，敬請兄弟來做伙來參加，互咱做伙為着新的一代領袖來興起，甲進入命定的基督。第三點，合作社。第1小點，社員消費性貸款15萬，利息是3.6%。第2小點，社員在這個軍廣告貸款是30萬，利息3.6%，到11月30號來進前來查址第3，助學貸款就是學生的迄個，伊是貸款的部分是0%，請有需要的來往合作社來辦理。第3，教界消息，咱請黃牧師。謝謝大平安。高雄中會教社部對於咱月初到後禮拜2日，咱有連續3、4禮拜為着花蓮光復鄉的這個災情奉獻，咱的目標是40萬。即馬到昨我看目前募款的金額是21萬。咱這個募款的這個資金是買床墊加枕頭，送去花蓮這所在，所以毋茫請咱兄弟看見咱昨有個有花蓮另外一條溪溢流所以咱知影即個花蓮無論地勢還是整個的災情不止嚴重，然後看即幾天有風颱，
对华人来讲，迄条马太恩溪是毋是个大水流落来，毋知。总是咱着三甲来祈祷，恳求上帝保守迄百姓的安全。第二，就是高雄中华传道部伫11月29上午8点半开始，要举办中级训练会。讲述是叶启祥牧师，伊的题目是生命转运主，互教会健康传福音的教会。地点是咱隔壁工商教会，费用200块吼。咱若无用餐，咱就免缴费。教会有备办福音车，请咱中级同工计兄弟伫11月16进前办公室报名。第三点就是一个好消息，一个方剧团伫11月12到11月13有举办一个办一个戏剧。伫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这个票价每一张是300块。总是你若带无队友参加的，教会补助一张送一张，你买一张送你一张就是讲你要带无队友，你买你一张，教会嘛佮送你一张毋望咱的兄弟咱把握这个机会来观赏。以上。我补充一下咱今日的消息内底特别有咱。教会伫后礼拜就是有迄个天沙位传道师的项目啦伊是咱教会会使讲青年家己培养搁伫咱教会项目这样真特别啦要伫即个前方做即个开拓的工作看起来报名大家拢无啥捌哩，无啥踊跃大家较踊跃来参加迄个项目是一个。对一个牧者来讲是上重要的一个典礼啦请咱会当若有时间的人，就踊跃来参加咱也有准备迄一个真水的、精美的纪念品要送互大家所以牧师搁一边甲咱提醒咱会当踊跃来参加。搁头拄迄个伫公山教会训练会啦，特别小组长搁较爱去参加这个叶启祥牧师伫台北中山教会属于做了足成功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甲小组的工作欢迎咱参加，多谢。接续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伫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21节。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21节。恁来看我的经读17节，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永光的爸，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明捌来亲捌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永光的富有。到怎样？搁知伊的权能按伫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第20节，照伊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气力的功用，互伊对死人中过活，伫天灵坐伊的大屏，搬过拢总办正事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所好的名，毋那伫今世，也伫来世，拢搬过远远以上。好了，咱请妇女献歌队。
谢妇女献歌队用极水的声音来阿乐上帝。接续咱来讲到题目是行入去上帝互你的路，行入去上帝互你的路。咱请阿牧师。两位兄弟大平安，行入去上帝互你行的路，你敢知上帝要互你行对条路？敢知对条路？若毋知，今日早起听牧师咧分享，你会知影上帝呼召你，伊爱你行的路，爱你做的事是啥物？当咱做一个决定，咱有确定咱每一摆做的决定有正确无？无办法对不对？有时阵决定的会是较错，有时阵决定无一定是对。有一个人吼，伊甲因某结婚7冬啊，伊甲因某结婚吼，是因为相亲来结婚的啦。等于结婚7冬了，迄7冬的时阵，咱拢有7年之痒吼。毋知在座结婚的到7冬会上袂哈？总是即个先生对结婚的第一冬，伊拢想讲伊要送因太太啥物物件？有送因太太迄个红色的玫瑰花，有送因太太黄色的玫瑰花，甚至会送到底，伊去买着蓝色的玫瑰花，哦，无捌看过吼，蓝色的玫瑰花，哦，伊送到。逐单拢送因某迄个结婚纪念品呢，啊，送到尾也毋知要送啥。伊有一工就想讲，喂，我吼就阮某迄个好朋友闺蜜啦吼，50个啊，做伙吼，家庆祝阮的结婚纪念日。所以伊讲备办一个甲太太结婚的 party。哦，这先生哦真用心呢，50个一个卡呢。啊，有诶卡无接到，啊，有诶卡的时阵当咧无用呢。哦，即个先生就甲这因太太朋友讲，我来讲，你千万毋通甲阮某讲我甲你招哦，啊，你嘛莫互知影哦。哦，啊，伊一个卡，一个卡，几点伫某一个餐厅，咱伊遐做甲庆祝阮诶结婚纪念日。哦，安尼，两位兄弟，若是你人，你会感动袂啊？哦，感动啊！这个翁真用心嘛，对不对？结婚纪念日这个翁安尼，我毋捌安尼做呢。等下你会听到我做啥啦？我毋是做这个，我做别项啊。啊，到迄结婚纪念日的时阵哦，因某讲，翁个啊，今日是结婚纪念日呢。哎呀，地毋知，哦，是吗？哦，今日咯，哦，安尼，啊，伊甲因某讲，某呀，啊，无安尼，咱来餐厅庆祝咱的结婚纪念日好无？因某甲伊应一句，莫啦，伫厝食较省的啦。我袂使啦，伊心中讲，你无去，我迄50个人要安怎？伊讲一定啦，一定要去啦，咱来出来甲我食啦，难得啦。啊，好啦好啦，今仔带着我食。因某讲吼，啊无食较简单的、较省的，袂使啦，一定要去间餐厅。因某讲奇怪啊，为什么爱去？指定你去，你爱食迄个餐厅，为什么袂当我去想要去的餐厅？因人吼想来讲袂使，你一定要去迄个餐厅，才毋敢讲出来，毋敢讲出来。讲好啦好啦，行来去迄餐厅。果然，因某互伊说服，就去啊迄间餐厅入去。哇，50个人甲庆祝结婚纪念日哦！哇，这某会欢喜袂？若是你某，你会欢喜袂？会袂？会哦。因某甲伊讲啥呢？其实你毋免甲我庆祝安尼，请个50个人甲庆祝结婚纪念日啦。其实你互我钱就好啊。因人啊3条线，我用心计较，设计这场，甲咱庆祝咱的结婚纪念日。你既然讲，我唔爱安尼啦，我爱啥？你互我钱就好啊。啊，从此以后因翁吼，
身躯顶的钱拢因某遐啦。另外这个先生为着结婚纪念日，精心安排这个庆祝会，不过咱看到，这个先生做伫这太太的身上，却无明白因某的心是咧想啥。也意思讲，伊用心计较来设计这个庆祝会伫因某的身上，却无明白因某的心情咧想啥，身体甲心内你是无共款啊。另外咱拢真努力将耶稣欢愉的代志做啊好，对不对？咱来到教会，咱拢认为讲咱为耶稣做，对不对？总是咱有做伫耶稣的心上无？心上，咱做耶稣的身躯顶范围慷慨，就是耶稣心内爱咱做的，咱有做无？啊是做到尾啊，咱发觉咱白无用一场啊！一个人困去的，一个困去的人，无度入去上帝予伊的路，因为伊困去啊，伊较知影上帝予伊路是啥物路。啊，好，你讲困醒的人嘛，无一定入去上帝爱行的路。那到底你问讲，上帝爱阮行的路是啥物路？你要对规本的圣经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价值，爱在你知影啥？上帝爱我做啥？然后我有认真去做无？上帝看毋是业绩的结果，因为业绩有牵连了真侪客观的条件，但上帝旨意是啥物？上帝旨意是因为我有认真去做上帝我爱去做的代志无？上帝爱你去做的代志，你敢知？你来看旧约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咱做伙来读，预备来。我的嘴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我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是要互我所欢喜，要互我所切意的事得到行通。所以，伊经文中间讲我的嘴，我的嘴是谁的嘴？这句话是上帝讲的话，所以我的嘴，这句我就是上帝伊家己。上帝伊对伊的嘴讲出的话，什么话？就是所切意的。所以咱知影，上帝所讲出的话，说是宣告的话。什么宣告话？上帝宣告的事，必然是伊所欢喜的。伊所欢喜的事宣告出来，这个代志咧，伫上帝恩典内面，伊要找紧咱去成就。所以咱知影，上帝所找紧的这个事呢，伫圣经的意思讲得足清楚，上帝必然找伊去成就伊爱成就的事。上帝找紧人去成就伊爱成就的事，所以圣经甲咱讲，主甲咱讲，伊要做的事必然行通。所以主找紧咱要去做的事是伊的事，然后必然行通。你要做的事，我要做的事，无一定做得成，但上帝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咱就会讲，上帝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而且会行通。所以另外咱知，敢知上帝爱你做伊的事，你无爱你做，你无愿意做，同款上帝换一个人代替你去做。咱看圣经内底色罗王，上帝爱伊去做以色列国，对不对？总是色罗王做了好唔好？做了唔好。色罗王受换掉，上帝换大卫去继续做王。上帝爱做这个事，一定会成。所以咱知影，当咱记得伊所切的时，你着爱认真去做。即伫迄所在，上帝要找伊要去做的人，
迄人的确有福气。上帝要找的人的确有福气。反倒讲，当上帝甲扫罗王换掉了，感觉伊无责任，然后上帝换一个人了，上帝继续爱这人做伊的事。所以咱爱知影，每一个人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到底上帝爱我做啥物事？我去讲一解，到底上帝爱我做啥物事？你爱问，上帝爱我做啥物事？上帝所找伊的，必然上帝伊家己宣告出来，而这事呢，必然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了解，上帝要所做的事，找起咱去做，必然行通。所以伫你的身躯顶，伫我身躯顶，伫每一个人身躯顶，上帝拢会找起你去做上帝的事。甲你隔壁讲，上帝要找起你做上帝的事，伊袂来。所以，咱去读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讲，因为伊是要所成做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声备办的，要互咱行伊。所以，了解伊圣经内底，上帝找紧的人，毋是少数人，毋是只有扫罗，毋是只有大卫，毋是只有亚伯拉罕。嘛，毋是只有新约的内底彼得、约翰，看起来，拢是这大人物、要紧的人物，上帝找伊无咯。上帝要找是每一个人，所以咱知影，伊是恁是伊所成的，恁是伊所成的，恁是伊所成的，意思讲伊所做成的啦，伊所做的啦，你若较精准的，你讲伊所做成啥物，就是上帝做的一个作品啦。比如讲，你画图画100图对了，迄就是你的作品。上帝做你，就是伊的作品啦。所以另外这咱知影，既然是上帝咱是伊上做的作品，安尼伫基督内面要成，上帝创造这个，咱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因为咱伫耶稣基督内底。咱受创造，咱伫世界救恩内底，咱受救恩，伊保护着咱成做新造的人。所以了解兄姊妹，上帝要做你创上帝要做你行善，行善，行善，毋是叫你铺路造桥做好事尔。迄行善意思是啥？你圣经内底真有意思，以经改经，什么意思？咱去读一解，这经文咱做来读，预备来。因为你是伊所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心备办的，要互咱行伊。所以咱知影第一字恁换一句话啦，毋是特定的指定的人。毋是指对一个人，毋是彼得，毋是保罗，是指咱个人伫上帝恩典中间。所以是伊的恩，伊的工课。所以伊讲恁，就是表示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每一个基督徒受上帝创造人中间，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叫做新创造的人。咱是新创造的人，咱要行一项，咱要行伊爱行的眼中的善。什么善？听人的心，行公的心，怜悯的心。所以弥迦书讲，你要怎样互上帝甲你伫咧？就你要心存谦卑，行公义，好怜悯，上帝甲你三个同行。所以咱知影，上帝爱咱行是安那？行伊眼中的善事。所以上帝找见你。欢喜你做伊爱做的事，所以伊要找紧你做的，伊必然宣告出来。伊找紧你，必然要成，而且要行通。阿们。所以了解，咱每一个人身躯顶，拢有伊爱咱
为伊做的事，咱拢有。咱怎样伫上帝恩典中间去经验上帝？咱怎样进入上帝恩典内面呢？咱来明白上帝你伫你的生命中间做什么事？什么是善事？就是对人有好，对事情有公义，是非分明。咱对人爱有什么怜悯的心？咱生命的难度，拢伫上帝眼中。另外这，咱常常讲保罗讲咱是一个真巧的工头。安尼，你问讲什么叫是工头？工头就是哪？带领工人去做工课，叫做工头嘛，就是迄个头嘛。迄个头就是带咱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教会领袖、小组长、长执，伊要是领袖，伊是带着咱这工人来做工，伊是迄一群工人的头领袖，就是会记住。咱虽然咧做上帝工，有一个工头，有一个领袖，咱的人生嘛咧完成上帝为了咱人生画设计图、蓝图，敢毋是？咱毋是设计师，咱是工人。咱毋是上帝爱咱做的迄个设计师，因为上帝无互咱权柄，为了咱人生来做设计的人。安尼，咱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呢？有人讲，我想要做这，我想要做迄，总是了解。我想要做这，我想要做迄，究竟伊所要做的，是出于伊本身的蓝图，还是出于上帝互伊人生的蓝图？真要紧。所以工人的目的是啥物？工人的目的是负责按照迄蓝图来施工的做工课，对不对？比如讲，恁兜若要装潢，你必然请一个设计师重新伫恁的厝体看环境了，看你听你意见了呢重新设计你厝的一个装潢，对不对？所以伊会画一个设计蓝图。工人呢，就是要负责照这个蓝图来施工。工人袂当大主大意，袂当任何的意见来参杂。伊一定要100%照着迄蓝图来施工。迄个施工出来结果成品，较会是设计师要爱的设计图的成品。另外这，上帝是咱人生的设计师。咱只不过是一个工人尔。咱的人生的道路中间，咱有照着上帝为了咱画蓝图来施工无？啊，是咱大主大意，咱甲你计较，咱国语叫画蛇添足，袂改吼，袂改到迄个设计出来的图四不像，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知影，工人必须要按照设计师的蓝图来施工。你我嘛同款，咱必须要知影，上帝为咱设定的蓝图是啥样，然后咱按照伊的旨意去做咱的事，安尼保证这个厝呢起起来水，对不对？所以工人绝对咧施工的时阵，绝对袂大主大意，凊彩改迄个设计师的蓝图。伊一定爱原原本本，寸少偌济就偌济来好照设计师的设计去施工。正是伫信仰中间，咱嘛爱知影上帝为着你、为着我设计蓝图是啥物，按照上帝的蓝图好去行，好去做，保证你是幸福佮快乐。阿门。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家庭袂幸福？爸母定冤家，爸仔囝关系安尼撕裂。为什么？因为伊无照上帝予伊真理的蓝图去行，伊大主大意亲自篡改伊的蓝图的设计图，结果这件就起出来，歪果兼自撮。咱的人生有时嘛行到尾歪果兼自撮，为什么？
上帝设计人的蓝图是好的，就是人行的，毋是安尼。我看为人是好酒，为人好跋筊，为好女色，为好真侪物件。啊，这些物件拢是上帝伫伊人生设计中讲无设计入去的，这是对伊毋好的设计，绝对袂放入去。总是时间的人的大主大意来改变，结果做起来，安尼到头来啦，安尼一场空，啊，佮乱糟糟。咱看圣经有一个人足悲哀啊，伊做伫耶稣的身躯顶，做了真济，嘛真辛苦，无到头来嘛是一场空啊。咱看什么人？马大，马大伊为了真济代志也烦恼啊，考虑。马大真无用呢，伊无用一大堆代志呢，做一堆代志，但最后主耶稣互伊的评语什么？讲马大啊，马大啊，你为了真济代志，你烦恼，你憔悴。话即句话讲，耶稣甲马大讲：马大啊，马大啊，你无用到要死吼，就是你有欠一项代志无做啊。耶稣的意思讲，你无做迄件代志，就是你袂使减去做，袂使减迄件。但是迄件呢，却是玛利亚做去啊。玛利亚做着啥物？玛利亚坐伫耶稣的脚前，静静听耶稣的教示。另外，我所听遐济，咱的人生敢毋是有时阵安尼？无因到尾，无因一早，无因到尾啊，安那？哇！咱欠一件事无做啊，什么事？就是像玛利亚做的迄些事。玛利亚做迄些事，就是真正坐伫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真理的话。咱看马大人生伫上帝眼中，只有无用一堆代志，无用到要死，但是该做的无去做。了解？你有感觉足悲哀无？有啊，你若伫教会做足侪服侍，伊教会做足侪服侍哦。无有一天你去到上帝遐，洪世俊，上帝，我伫遮，我无闲了啊，我无闲煞，要来找你啊。你啥人？我毋捌你呢。啊，上帝，你开毋捌我？我做牧师呢，我有上教会牧师呢，我做小组长。上帝，你注意看生命册有我的名无？无呢，无你的名呢。有一天啦，上帝甲伊讲，我毋捌你咧。就毋对啦，我伫地上啊做小组长啊，做长老啊，做事事啊，好啊，事会对毋对？我做足济啊。耶稣讲，洪世俊，你有一项代志你无做，就是玛利亚做的迄件代志，啥物事？静静听我的真理的声。有时咱做无应该要半小时，无应到尾啊，为了代志来烦恼，嘛不到尾啊啦，因为你知影代志济，代志压杂的时阵，脾气会变歹。然后你看玛利亚，看送也袂顺眼，看因小妹也袂顺眼，尾啊啦，马大走到耶稣面前。甲耶稣告状，耶稣啊！你嘛叫阮迄个小妹玛利亚来甲我无用，甲我斗相共一个。你了解？咱是毋是无用到一个程度，咱会压榨，然后咱会去告状，看送人袂顺眼。你甲每一个人拢做烦的，马大就是安尼。其实咱的服侍，咱的服侍。毋是今日上帝爱咧为着咱避办的代志来无用，安尼咱最后是一场空。所以咱知影，咱爱行伫上帝定着的事来做，行伫上帝定着的路来行。所以有时阵咱常常咧无用。无因到尾啊，讲我为上帝做，我为上帝做呢，到最后呢，愈做愈无快乐，愈做愈无爽快，
为什么无快乐？马大伊无用家己的事，伊无用做伊家己的事，毋是做上帝的事。所以伊感觉我为上帝做，为耶稣做，对不对？有影啊，耶稣来啊，这马大负责接待啊，款衫顿啊，款房间，对不对？有无用无？有啊，伊做伫耶稣的心上啊。总是咧，伊无做伫耶稣心内的事啊。用国语说，他坐在耶稣的身上，却没有坐在耶稣的心上。哦，这句话用国语华语讲较顺啊。伊坐伫耶稣的身上，却没有坐在耶稣的心上。所以很真对清楚，咱坐伫耶稣的心上，真侪时间，就是咱唔知影上帝心内意爱咱做啥。直到咱愈做愈无快乐，愈做愈无用，愈做愈烦。所以咱看到耶稣甲伊讲：“你有影你做伫正在耶稣心上，却无做伫耶稣的心上。”意思讲，伊无做耶稣期待伊做的事。你看这是一个足悲哀的事呢。因为伊无用心思伊无放心思伫耶稣的心上。求主恩待咱。来，咱看一幅图吼。这朵花有水无？这束花有水无？有水无？这束花有水无？有水吼。哦，我为着这束花叫骂到要死呢。你难道想象我为着这束花叫骂到要死？牧师是怎样啊？看，为了这束花，互骂到要死。为了这束花，我的妹妹打电话甲我骂呢，骂到要死。为什么？来咱看，后一张吼，这束花送客的，何牧师客的。为什么何牧师客这束花？啊，我去用我去我小妹打电话骂到要死。花无够水。你个花束无够大束，好美吗？毋是啦，伊这束花哦是安怎来？因为何牧师甲我结婚之前，伊想讲伊遐大块穿个礼装吼，新娘服吼无好看，伊要减较瘦的，穿起来较水。伊就去，你知伊伫台东马街咧服务做关怀处啊，伊就报名食迄个啤酒酵母。减肥啦，无食无当紧，食了哪大肠小肠哦，规个拢罢工，拢袂转啊，感觉住院啦。我妹妹较会知影呢，伊小可较会知影伊住院呢，未来二嫂较会住院呢，因为我妹妹嘛是台东马街护士啦，消息传到伊遐去，讲你未来二嫂吼住院啊啦。安怎住院？减肥也住院啦！阮即个小妹就第一个打电话来，哎呀，你若要带人，你就毋当嫌人肥啦！吼、我哪有嫌伊肥？还是怎样？我阁毋知影呢。你毋知伊住院？我毋知哈，住院哦。啊是安怎？啊，他减肥减一个大肠小肠拢袂转啊！哇，袂得啦！我买上紧的自强号火车票，买一束花，紧坐火车去台东，迄阵伊出院啊，去遐看。我讲哦，未来水某啊，可怜哦，辛苦哦，为着减肥，要穿较水的新娘装哦，互你安尼减肥减咁带伊去。这束花嘛是我唯一送的一束花啊，到目前拢无送第二束啊。你看这。我紧送这束花，互伊安慰一下嘛证明我嘛有听伊啊。伊减肥足辛苦哦，减到住院呢，我敢毋免束一个花？哎哟，意思嘛爱，无过迄束花了就毋捌送。昨暝啊，何牧师讲，县长吼，你送我迄束花了，我从来无收过你第二束的。伊讲第二束花可能叫菊花啦。你看这，咱的信仰内底。何牧师用心无？有用心吗？要互伊较瘦的，穿了较水的，
就是伊用这减肥的事做你的身上，就是无做为我的身上，无想讲我受啥，我会抵伊大苦袂，若会大苦就袂错伊啊，对毋对？若嫌就袂错啊，对毋对？对，对啊，这伊做伫伊的事，却无做伫我的心内的事。咱的信用就共款。咱真侪教会咧无用，咱敢若做是真侪上帝看做好的事，就是咱无做哩耶稣爱咱伊心内爱咱做的事，无做哩耶稣心内爱咱做的事，咱无用一堆。所以对迄届了，何牧师吼，我毋敢要求伊减肥。伊若讲想要减肥，要买啥物运动器材，我拢好来买。去过阮兜拢知影，阮兜2台脚车吊伫天棚。你毋知为虾米吊天棚？你毋知？因为当初为了爱减肥，2个骑脚车运动啊，骑无3届，迄2台就吊伫天棚，无阁落来啊。另外这咱知影，何牧师伊为了减肥，差点仔命都无去啊，叫换着我福建硬到半小时。有影无？你有发现以教会事、伫信仰的事，你做甲足济，结果互欠到半小时，互你做甲，互你心烦意乱，袂欢喜，袂喜乐。为什么？你做基督徒嘛，做人我做基督徒，我有啊，我来做礼拜有无？有啊，有啦。但出去了吼，甲人的关系，甲某囝的关系，甲囝儿的关系，哇，乱糟糟啊！你要做伫用耶稣的心旨意的事，做伫你的生活顶悬。所以了这，咱知影，马大做伫耶稣的身上，却无做伫耶稣心内的事。这个基督徒，咱爱知影，你一定要知影，你为什么要努力？头咱讲着，你知影上帝爱你做啥，这才是关键。你要知影上帝爱你做啥，第二步才是认真的。第二步才是认真的，所以若假使你毋知影上帝爱你做啥，你认真做到尾啊，干哪白忙一场。这就是马大。在倒边讲，当你知影上帝爱你做啥，就是你信仰中间顺服、谦卑、听人、赦免人，迄信仰的价值来挖出来，迄叫做价值。什么叫价值？价值就是做上帝爱咱做的事。迄找你的不只是上帝爱你做的事，伊找你嘛是爱将你要做的事宣告出来。伊嘛要宣告出来，伊嘛要车建你去做，然后你做了，代志要得正，代志要得着正。上帝为咱备办事。另外，我最后用圣经2个姊妹啊来做一个分享结束。有2个姊妹，伊的背景拢真共款，啥物共款？因的国家拢受袂无，因拢受掠去外国做奴隶，背景共款，但因2个结局却无啥共款。一个是啥物人？即风萧伊属贴；一个是哪？互掠去外国做奴隶的一个查囡仔。伊属贴，伊做上帝爱伊做的事，伊明白知影上帝爱伊做啥物事，用伊的位置，正做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拯救。另外一个乃縵将军，乃縵将军伊掠了一个查囡仔伫边仔做伊的主干，就是这查囡仔明白清楚知影上帝爱做啥物事，这查囡仔就甲乃縵将军啊，乃縵将军啊，你著要去见先知以利沙，而且你要照以利沙所吩咐的去互你洗7届。咱看到这个查囡仔，互乃縵将军病得到医治，所以咱知上帝呼召你，必然有伊的蓝图，必然有伊的目标。咱着亲像工人共款，按图施工。所以咱看到这2个女性，因进入上帝车间，因去做的事，
这要做事一定会成。所以咱看到，这代志若成，嘛阁因光上帝名。毋茫咱明白，你伫人生的道路，上帝爱你行入去的路是啥物路？迄条路是要去倒？迄条路是正确无？迄条路可能是你的人生的路，迄条路可能是服侍的路。刚才你无闲啊半小时，你却欠过一项事，就是去听上帝的声。愿主帮助咱，互咱知影人生的路，上帝爱咱的路，咱的路途怎样行，怎样做，才通用成一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听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对主你安领受救恩，你互阮人生的路途。当阮伫无胎时，你已经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主，阮的路途就对即刻开始，你已经为阮设计好啊。总是因为人两者无明白主你的心，阮伫人生的路途中间，咱也白时间，互阮直到人生乱糟糟，无希望。阮伫教会服侍，阮看起来服侍了真无用，总是耶稣甲马太讲：马太，你欠过一项事，就是玛利亚已经做的事，安静听伊的声。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无论人生的道路、阮的路途，也是阮的教会服侍，阮拢爱清楚明白。伫教会中间，上要紧的毋是服侍，上要紧的是阮要听见主你的声。毋若听见，阮会通照你的旨意去行去做，互阮所行出来是因公你的，是互主你得到荣耀的。愿主你施恩，就听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来回应诗401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起立来吟全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欠你是正，参我答应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坚定，对你找引带心的人，这是我人生变真梦。功德，咱即是咱为着几项事来祈祷。第一项，为着你家己祈祷。你爱明白上帝伫你人生的路途是怎样，你爱明白上帝教示是怎样。当咱有做了无多好事，咱拢会，咱只要求主怜悯咱，咱伫主面前悔改，真实来改变咱的生命的行做，互咱的家庭、咱的事业、咱的人际关系，因为信仰，因为耶稣，咱得到反转改变。第二项，咱若继续为着咱花莲光复乡的咱知影即2天会落大雨，咱求主保守花莲迄个所在。咱若求主保守伫咱教社部即马接续的40万的奉献，咱若恳求主帮助信心做工，互较侪人的奉献，互教社部卖遮物资，诚做灾民的帮助。嘛，为着咱教会即马咧做幸福小组福长遮团队来祈祷，求上帝带领。最后为着咱12月，咱有真济的事工比如讲圣诞嘉年华，比如讲圣诞晚会遮济个关会活动，咱有真济事工咧做。咱三角
为着这个事来守望祈祷。咱也祈咱的双手，咱大声喊三正主来祈祷。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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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愿恳求你是阮来带领，主愿主你为了阮人生设计时间的难度，主伫你旨必然要宣告，而你的宣告了，必然要成就。主啊，我相信主你呼召我、敬召我，不是讲目标，是爱我活出基督的款式的生命。主啊，阮的人生，我有两者，阮受这罪来捆绑引诱。你到阮人生活出无光彩，活出无喜乐的生命。恳求主你赦免阮的罪，主啊，恳求你圣心来带领阮，互阮光照阮，互阮打落阮什么时阵，阮的生命是行出有无拄好的，阮你认罪祈祷，恳求你赦免阮，恳求你圣心来加添阮归来，互阮活出上帝你爱阮行出的圣经的价值主，互阮的家庭。阮的人际关系真正来翻转来改变，主啊，你也带领阮，伫我看见花莲公路乡红林镇这会因为大水的因素造成这饮水，造成因的灾害的损失。主啊，通过教社部这个同胞彼此的三定的关心，阮毋茫，阮目标40万的目标要成做迄个百姓。这生活物资的需要，愿信心你做工，主你也帮助阮，你引导阮，成做你的囝儿。总是主啊，恳求你帮助，互阮面遍上帝你的道路，互阮面遍上帝你的呼召的旨意，互阮行出上帝你的旨意。主你信心来加添阮几来，特别阮做咧做事，我是说，特别阮有咧关怀活动，是阮有圣诞节、圣诞嘉年华，是阮的圣诞晚会这个节目。主啊，恳求你赐阮带领，互阮所做的工拢是行伫上帝你旨意的工，拢是会当荣耀上帝的工。愿上帝你赐阮带领，听阮祈祷，听阮的主，听阮上帝，阮伫主面前来祈祷。恳求你祝福阮有上教会，阮所有事工，特别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会当明白主你伫阮人生的难度设计是啥物？阮是一个工人，阮无权来改变阮的设计图，阮只有顺服，照着这个设计师的图来行。阮相信这难度是水的，是荣光上帝。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所行出来都荣光你。你也祝阮有上教会，阮即站的报道事工以及这事工，愿主你祝福，因助阮所做应该荣光你。阮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奉献，咱请执事来服侍。咱起立来吟奉的诗。
是阮祝福的天父爸，阮直接感谢学了你的恩典甲祝福，临到阮的众兄弟甲阮的家庭身上，互阮有得会财的能力，嘛互阮有得到丰丰富富的祝福。主，阮答阮用信心的奉献回应你的听，阮的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咱祝福车肯，这是礼拜要刷。星星的爱被刷，爱的因是他是刷，心肝上上三交杯，毋茫我提个智慧，人去所做着生意，行叫做所卡是。苏龙公上加花多，加汤行主保护，咸菜有时受艰苦，困顿我可主照顾，困求天命是恩惠，一条相信大安慰，经过一年那经过，亲像恩典那回落，世间艰苦无时节，天道爱路永好去。祝祷，咱请阿牧师。咱同心拿领受对上帝遐个祝福。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身手。愿全能上帝、爸囝、圣神恩典，定年的面，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